看到一张人都给骗，去根本的面动词，用用来形容他的情绪呢？用亚基发，唐后了，几发现呢？几发现呢？几发现呢？他生气了，听到这一句话要怎么办呢？哦，三卡眼的位就会爱卡声音的位，不然到时候他生气，你就会遭到死鱼之殃。安尼迪摩，现在去看看怎么用这句话。老希，几发现呢？你发现了，他生气了。他也会生气哦。对啊，你看是好好先生的，不然你去看他怎样。好。打不通，怎么都找不到人。你在发什么神经啊？婉儿，你来的肚后刚刚好，来，你过来一点。既然你这么肚后刚刚好来到这边，那就让过来一点，过来。发现一下！你干嘛突然发现？吓我一跳啊！我当然按 Ken 这么生气啊！我跟你说，我的好朋友跟我加钱借钱5万块，说好了要晚钱还钱的。我跟你讲，他本来上个月就要晚钱还钱，他不但没有晚钱还钱，他人还跑不见呢。果不穷，不得已的话，也只好使用法律来处理啦。国不穷，不得已用法律。不行啦！我跟他10多年的交情呢，万一走到对簿公堂，那不就连朋友都没得做了？也难怪你按 Ken 会这么生气。好了，你去忙，我继续打电话找他了。复习时间，他生气了，几发现嘞？几发现嘞？刚刚好，肚后，借钱，加钱，还钱，晚钱，不得已，国不穷。行真嘢客家 VMP，分享大家鄉下嚟講客家話。